揭開迷霧，係咪就可以睇清真相？人類嘅基因蘊含咗好多我哋至今都冇辦法理解嘅秘密。基因決定住我哋嘅相貌、行為、特徵、性格，甚至可以毫不誇張咁話，喺我哋生命當中嘅每一個動作、每一個諗法、每一個決定，都能夠從基因當中揾到蛛絲馬跡。有種怪病到咗晚期，患者會不自覺咁狂笑，然之後就倒地身亡。呢種怪病起源於人類一條好古老嘅基因，喺人類第20號染色體上潛藏咗一條被稱之為神嘅禁令嘅基因，佢就好似一條無形嘅底線一樣，默默咁守護住人類唔墮入到倫理同道德嘅深淵。如果冇咗佢，人類文明可能早就已經滅亡。基因賦予咗我哋最大嘅行動權限，但係亦都為我哋設落咗道道嘅行為準則枷鎖。一旦呢啲枷鎖被打開，我哋將會釋放出足以吞噬自身嘅惡魔。只可惜，我哋人類似乎對呢啲潛藏喺身體裏邊嘅枷鎖一無所知，甚至可能已經將呢隻惡魔釋放咗出嚟。如果你中意聽未解之謎，又或者奇案怪案懸案，歡迎你 subscribe 本頻道，俾個 like， 撳叮叮鐘。喺20世紀嘅50年代，喺太平洋小島附近嘅巴布新幾內亞高地森林裏邊，有個土著部落村莊。呢度住咗個名叫做福爾特族嘅土著人。由於呢啲土著人文明非常落後，所以佢哋過嘅幾乎就係原始人嘅生活。突然間，某段時間裏邊，喺呢個部落裏邊爆發出一種怪病。呢種疾病喺初期呢，會令人精神恍惚、眼神空洞。過得幾日之後，患者連行步路都係跌跌撞撞，好似飲醉咗酒咁，身體慢慢失去平衡感。而到咗晚期，患者嘅面部會不自覺咁抽搐，並且發出一種好詭異嘅微笑。然後患者就喺呢種狂笑當中突然倒地身亡。呢個症狀睇起上嚟係好似咧患者得到咗某種神秘力量嘅召喚，安詳咁離開人間咁。正係由於呢種症狀，所以一開始部落嘅族長並冇重視呢種怪病。只不過會患呢種病嘅大多數都係細佬哥同埋婦女，而隨住患者越嚟越多，族長實在冇辦法，慢慢開始意識到呢種好似唔係一種神秘力量嘅召喚，而係一個詛咒。於是佢組織村入邊所有嘅男性，不定期咁舉行祭奠嘅儀式，祈禱呢種疾病盡快消失。之但係事與願違，呢種疾病非但止冇消失，患者仲一日一日咁增多添。最後族長實在冇辦法，終於就揾到咗機會，委託咗一位喺外界過嚟嘅旅行者，叫佢將島入邊嘅呢個情況傳播開去，希望有識得現代醫學嘅人嚟到島入邊進行研究同埋幫手治療。好快脆，島入邊呢種怪病就通過各種各樣嘅報紙傳媒傳播開去。不過當時全世界冇一個國家嘅醫學者夠膽踏入呢座小島進行研究，因為呢個疾病已經喺島入邊大面積咁爆發，咁證明呢種病具有極強嘅傳染性，而呢種疾病去到晚期又會令到患者不自覺咁狂笑，實在太過詭異。所有人都係發自內心咁對呢種病有種恐懼，仲幫呢種病改咗個名叫做苦惱病。只不過天下之大就無奇不有，總會有啲大膽嘅人呢，為咗追求真理係可以克服恐懼，勇往直前嘅。呢個人就係美國醫學家丹尼爾卡爾頓蓋杜謝克。一開始蓋杜謝克對呢種病一啲都冇興趣，不過當佢聽聞話呢種病發展到晚期會不自覺咁發出狂笑嘅時候，佢就好震驚。於是喺唔理家人反對嘅情況底下，蓋杜謝克坐船嚟到咗呢座小島。佢首先揾到村入邊嘅族長去進行簡單嘅交流，了解病情。蓋杜謝克了解到，原來呢條村好早之前就已經有呢種病出現㗎啦，只不過當時患病嘅人好少，所以冇引起重視。而呢種病呢，似乎淨係對婦女同兒童係有效。
強壯嘅男性係基本上唔會患病。蓋杜謝克首先去到呢條村莊嘅水源，通過簡單嘅儀器進行水質採集，發現水源非常乾淨，咁就可以排除係水源中毒。然之後呢，蓋杜謝克就開始走訪逐家逐戶，逐個咁對佢哋每日所進行嘅飲食進行鑑定，發現食物亦都冇咩問題。經過7日嘅研究，蓋杜謝克依然一頭霧水，實在揾唔出發病嘅原因。嗱，由於蓋杜謝克自己個心呢都有啲驚驚地會俾呢種疾病傳染嘅，於是就準備同族長告別走人啦噃。嗱，雖然蓋杜謝克最終都冇辦法解決呢種疾病，但係族長依然對佢表示感謝，並且挽留佢去參與部落每個月嘅祭奠儀式，參加完再走啦咁。蓋杜謝克亦都接受咗呢個建議，於是當日嘅夜晚，祭奠儀式喺村入邊一片空曠嘅地方開始舉行。嗱，一般土著部落嘅祭奠儀式，無非都係唱下歌、跳下舞咁嘅啫，冇啲乜嘢特別嘅流程啊。不過呢個土著部落嘅祭奠儀式就有啲特別，喺最後呢會多出一個聚餐嘅環節嘅。呢個環節就令到蓋杜謝克有啲好奇啦。而就喺族長要求蓋杜謝克一齊共進晚餐嘅時候，蓋杜謝克當場成個人嘔咗，好耐都講唔出說話，因為佢發現呢班土著人竟然喺度分食一個已經過咗身嘅老人家嘅身體。族長仲好心咁問蓋杜謝克要唔要一齊嚟啊咁，蓋杜謝克梗係耍手兼擰頭啦。佢問族長點解要咁做啊？族長就好有耐心咁解釋俾佢聽話，呢個呢係佢哋部落好早之前就遺留落嚟嘅一個傳統。每當島入邊有老人家過身，就會幫佢哋去舉辦一場祭祀嘅儀式，通過分食呢個老人家嘅身體，意味住繼承呢個老人家嘅智慧，以保佑族群能夠順利咁繁衍。嗱，由於族入邊強壯嘅男性日日都要去打獵啊、修築房屋啊，要承擔呢啲咁艱巨嘅任務，所以貢獻比較大，亦有資格食有肉嘅部位。而婦女同兒童呢，平時只會喺屋企做啲家頭細務，所以就冇辦法食肉嘅，只能夠食大腦嘅部分。聽到呢度，蓋杜謝克震驚之餘，突然之間醒咗，呢種苦惱病只會喺婦女同兒童之間爆發，會唔會就係同呢一個祭奠儀式嘅聚餐有關？於是佢當晚就對所有患病過身嘅人進行咗大量嘅採樣，並小心咁封存好。第二日坐渡輪回國，返到美國入到實驗室之後，蓋杜謝克馬上將所有嘅樣本進行咗全方位嘅鑑定。經過3日嘅研究，蓋杜謝克果然喺患病者嘅大腦裏邊揾到咗一種奇怪嘅蛋白質。呢種蛋白質最大嘅詭異之處係在於佢內部係冇遺傳物質嘅，亦即係冇 DNA 又或者 RNA， 咁就神奇啦。因為如果呢種係種病毒，咁就意味住佢必須要有方法可以繼承遺傳自己嘅物質，先至可以傳播得到嘅噃。而呢種蛋白質甚至唔可以將佢稱之為一種生命，咁佢又點解會有傳染性嘅呢？為咗驗證呢種奇怪嘅蛋白質就係致病嘅原因，蓋杜謝克將呢種蛋白進行稀釋之後，注射入10隻黑猩猩嘅身體裏邊。果然不出3日，所有黑猩猩都出現神情呆滯嘅現象，而且逐步咁失去平衡性，症狀同小島上嘅苦惱病非常相似，只不過呢係黑猩猩唔會發出嗰啲詭異嘅笑聲嘅啫。於是蓋杜謝克再次踏入到小島，將致命嘅原因話咗俾族長知，並且叫佢強制去停止呢種祭祀儀式嘅聚餐行為。嗱，果然啦，冇咗聚餐呢個環節之後，小島嘅苦惱病就好神奇咁消失咗。嗱，雖然當時蓋杜謝克已經揾到咗致病嘅原因，但係佢就並唔知道點解呢種苦惱病會出現喺小島嘅土著部落，亦都唔知道點解祭祀儀式有聚餐環節就會激發出呢種病。好快脆，30年時間過咗去，時間嚟到1980年代，當時英國農業正處於高速發展嘅階段，
好多農場主都靠住養牛嚟實現咗財富自由。之但係隨住大家對於養牛技術嘅研究，各種牛嘅飼料層出不窮咁出現。最終有個自作聰明嘅農場主發現，如果將含有牛肉同埋牛骨頭嘅粉末同呢啲牛飼料撈埋一齊，再餵翻俾啲牛食，咁養出嚟嘅牛唔單止肥美大隻，產奶量仲會翻倍添。於是呢種飼料技術好快脆就喺英國嘅各大農場應用開啦。只不過好快脆，大家又發現唔對路啦，因為有啲牛食咗呢啲加咗料嘅飼料之後，雖然身體係大隻咗強壯咗，但係神情就顯得非常呆滯，而且脾氣會非常之暴躁，周圍好似發癲咁亂撞。於是著名嘅瘋牛病就此爆發。一開始農場主並冇意識到有啲咩問題，佢哋淨係認為牛雖然有啲唔對路，但係將佢賣咗之後，依然係餐台上嘅一道道美食嚟㗎。不過隨後好多英國民眾亦都陸陸續續出現呢一種神情呆滯嘅現象，同當時巴布新幾內亞上邊嗰啲土著人係一模一樣，行路唔平穩，平衡感喪失。經過醫學家嘅比對發現，患病嘅英國人大腦裏邊嘅蛋白質同患病嘅牛大腦裏邊嘅蛋白質嘅相似度係高達95%，而且患病嘅牛大腦呢就好似被蟲蛀過嘅海綿一樣，充滿咗空洞。咁可以確認呢種疾病已經跨物種從牛傳到咗人嘅身上。於是，一場恐慌席捲全英國，超市嘅牛肉銷量暴跌，學校飯堂緊急停止採用牛肉，以往好火爆嘅牛扒館開始拍烏蠅。當時英國政府冇法子，下令撲殺幾百萬隻牛嚟阻斷病源嘅傳播。呢班農場主嘅生計可以話瞬間化為烏有。歐洲大陸呢一番對英國牛肉嘅全面禁令，經濟損失高達幾百萬億英鎊。須知道呢個時候係上個世紀嘅80年代，呢一場由奇怪病源所引發嘅社會大地震，令到人類重新意識到工業化生產同自然規律之間有個脆弱嘅平衡。只不過呢個病嘅病源點解會出現呢？嗰陣時依然係個謎。直到1982年，美國著名生物學家斯坦利普魯西納首次提出咗丸病毒嘅概念。喺之前呢，公眾一直認為病毒係必須由蛋白質同遺傳物質組成嘅。只不過從土著人、瘋牛以及英國患者大腦裏邊提取出嚟嘅蛋白，雖然好詭異，但係就冇遺傳物質噶噃。咁點解佢可以致病呢？仲形成咗傳播嘅鏈條添。普魯西納首次提出咗解釋，原來呢種疾病雖然冇遺傳物質，但係佢就係一種被錯誤摺疊起上嚟嘅蛋白質。一旦呢種蛋白質進入咗大腦，就會令到大腦裏邊嘅其他蛋白質有樣學樣，同樣以錯誤嘅方式產生摺疊，所以先會導致大腦好似被蟲蛀過一樣，出現海綿狀嘅空洞。丸病毒嘅工作方式呢，就好似一個卡歪咗嘅齒輪一樣，會將原本正常運轉嘅齒輪組全部拖入到一個錯誤嘅循環裏邊，從而引發不可逆轉嘅連鎖反應。最終，普魯希納因為呢個重大嘅發現，喺1997年獲得咗生物學嘅諾貝爾獎。而之後，大量嘅醫學家開始繼續去研究丸病毒致病嘅本質同源頭，總算將呢個秘密揭曉咗出嚟。原來呢個秘密就收埋喺人體嘅第20號染色體基因之上，亦就係 PRNP 基因。呢個基因一旦產生變異，就好有可能會產生錯誤摺疊嘅丸蛋白，從而引發起丸病毒效果。而一旦身體出現咗相似嘅現象，咁 PRNP 基因變異嘅概率就會顯著咁增加㗎喇。醫學家推測呢，大概係喺遠古時代，早期嘅人類由於有同類相食嘅呢種習俗，所以當時已經大規模咁爆發過丸病毒。只不過好彩有部分人生存咗落嚟，而保住條命嘅呢班遠古人類就慢慢開始進化出相應嘅機制嚟阻止 PRNP 基因變異。呢個機制就逐漸通過遺傳過渡到近現代人類嘅身上。只不過
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之後，阻止咗同類相食嘅現象，令到機體呢就認為呢一種抵抗 PRNP 基因變異嘅機制係唔再需要。於是，一旦喺近現代出現呢一種同類相食嘅現象，呢種軟病毒就有概率會再次被激發出嚟。所以喺人體身上第20號染色體基因就好似係一條被刻錄咗喺基因裏邊嘅神嘅禁令。只不過呢條禁令雖然潛藏喺我哋嘅身體裏邊，但係就以一種我哋人類冇辦法理解嘅形式存在。軟病毒嘅神秘之處在於佢似乎係唔屬於生命呢個範疇，不過就可以展現出生命嘅特性。你可以想象佢係一塊砌錯咗嘅拼圖。嗱，由於大腦裏邊嘅蛋白質都係好正確咁按照住一個形狀去砌好，不過突然之間有一日，有一塊拼圖變得扭曲，產生異常，砌錯咗。於是呢一塊壞咗、砌錯咗嘅拼圖就會強迫四周圍其他正常嘅拼圖，亦都跟住扭曲，逐漸就會將成個大腦變成一種畸形嘅狀態。而隨住呢種連鎖反應擴散，腦細胞一個跟住一個咁死亡，而表現喺患者身上就係顫抖、仆親、失去記憶，最後徹底咁喪失晒一切，包括生命。嗱，聽起身呢種基因嘅變異，呢道神嘅禁令係咪好似一道魔咒呢？但係呢個唔係傳說噃，唔係講下就算噶噃，係冰冷嘅現實。而更加詭異嘅係，科學到家時都冇辦法完全解釋軟病毒究竟係點樣做到嘅。嗱，第一個謎團係佢嘅無基因之謎。生命嘅基本規則係 DNA 負責儲存信息，RNA 就負責傳遞信息，而蛋白質就負責執行信息。但係軟病毒根本就冇 DNA， 亦都冇 RNA， 佢只係一個變形咗嘅蛋白質。咁佢點樣記住自己原本嘅形態？又點樣去教其他嘅蛋白質去模仿自己？呢種冇基因嘅複製就好似係喺度嘲笑緊人類對生命嘅理解。第二個謎團係佢嘅潛伏之謎。喺巴布新幾內亞嘅苦惱病患者之中，好多人後生嘅時候已經感染咗噶，不過疾病呢就會喺佢哋身體裏邊潛伏10年、20年，甚至40年。幾十年裏邊，呢種病毒一直默默咁潛伏，唔發作，唔提醒，直到某一日好似炸彈一樣突然引爆，患者會喺幾個月之內迅速咁死亡。科學家實在諗唔明，點解呢種病毒可以喺咁漫長嘅歲月裏邊保持沉默，而爆發嗰一刻又會嚟得咁瘋狂嘅呢？第三個謎團係佢嘅毒株之謎。嗱，剛才講過，軟病毒係冇基因嘅，不過佢可以表現出唔同嘅個性嘅噃。有啲咧會導致瘋牛病，有啲咧會引發苦惱病，有啲咧會引發一種叫做黑雅爾氏病，即係人身上嘅瘋牛病。唔同嘅疾病有唔同嘅症狀同埋傳播方式，就好似係完全唔同嘅毒株一樣，但係佢哋明明係冇基因嘅。嗱，呢一點就好似恐怖片裏邊嘅鏡頭一樣，喺同一片陰影裏邊潛藏住唔同嘅怪物。第四個謎團係佢嘅抗性之謎。喺巴布新幾內亞，有啲人天生對軟病毒係免疫嘅，佢哋身體裏邊有某種嘅基因突變係可以阻止呢種魔咒嘅擴散。點解呢？冇人知，或者呢個係自然選擇留落嚟嘅秘密啩？但係咁就意味住，我哋每一個人就好似喺度參與緊一場賭局一樣，身體裏邊潛藏住命運嘅骰仔。有人咁好彩可以避得過，但係亦都有啲人係注定會被擊中嘅。第五個謎團係跨物種之謎。我哋剛才講咗瘋牛病，呢種病原本係牛嘅噩夢，但係突然之間某一日，呢種病就跨越咗物種嘅邊界，感染到人類身上，變成咗變異嘅黑雅爾氏病，就好似某道生物嘅防線被突然之間拱開咗一樣。但係奇怪嘅係，又唔係所有動物嘅軟病毒都可以感染人類嘅噃。於是問題就嚟啦，呢棟禁忌之門到底幾時會關閉，幾時會打開呢？冇人能夠預測得到。第六個謎團更加令人毛骨悚然。嗱，其實正常嘅軟蛋白
都係存在於我哋每個人嘅大腦裏邊。佢哋好安靜咁做一啲我哋根本就唔明白嘅工作。科學家估呢，軟蛋白可能係同記憶、神經活動有關。但係如果呢種軟蛋白一失控，就會突然之間叛變，從守護者變成殺手。你可唔可以想象得到？你而家大腦裏邊就有某個正常嘅分子，隨時可能對你倒戈雙向，從而帶嚟一場災難性嘅浩劫。最後一個謎團，直頭令人背脊發寒。越嚟越多嘅證據顯示，包括老人痴呆、柏金遜病等等呢啲常見嘅精神疾病，其實係同軟病毒有驚人相似嘅機制。呢啲疾病當中嘅異常蛋白，亦都係會擴散、傳染同埋累積嘅，就好似係一個慢動作嘅軟病毒一樣。嗱，如果呢個係真嘅，咁就意味住我哋身邊無數老人正喺度經歷嘅痴呆，其實唔係一種單純嘅衰老，可能係一場類軟病毒嘅瘟疫。軟病毒到底係啲乜嘢？佢係咪生命，定係死神嘅化身？軟病毒就好似一團迷霧一樣，挑戰住我哋對生物所有嘅認知。佢潛藏喺我哋睇唔見嘅深處，隨時有可能被喚醒。嗱，又或者咧，用另外一個角度嚟解讀，會令到我哋嘅心安樂啲。軟病毒就好似一道生物學嘅防火牆一樣，佢禁止人類出現同類相食呢種違反倫理道德嘅行為。而一旦違反咗呢條禁令，踩過咗呢條紅線，咁軟病毒就將會再次襲嚟，以佢獨特嘅方式去懲戒人類。揭開迷霧，真相大白。如果你中意聽未解之謎，又或者奇案怪案懸案，歡迎你 subscribe 本頻道，俾個 like，撳叮叮鐘。我哋下期再見。